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感恩節的主日，咱做伙來感謝上帝的恩典。當然，咱唔是簡單地感恩節愛感謝上帝，隨上每一天、每一時、每一刻，攏是值得感謝的時陣，因為上帝佇每一時刻攏咧保守看顧咱，所以咱應該愛思考。在上帝的這麼大的恩典中間，咱應該安怎來回應？所以牧師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題目，就是在福人中間的喜樂。希望咱也當領受這款的祝福。在領受上帝的話之前，咱同心來祈禱。親愛的主，阮感謝你的恩典，你透過你的話。成做阮生命的幫助，互阮佇你的話中間得到啟示，得到引帶，也互阮會當照你的話去行，來領受祝福。願懇求主，你即時幫助阮，安靜阮的心，互阮通過你的話，閣一遍得到幫助。我咱的祈禱奉耶穌基督聖主的名，阿門。咱知影佇聖經中間有真濟遮個較特別的字，伊會出現真濟遍，表示伊真重要。譬如講信心，即個信，佇和合本的聖經總共出現894遍。祈禱也是講祈求，即個字差不多。出現300幾遍，疼心疼人疼上帝，大概出現860遍。咱今日要講的這個福人，福人這個價，這個價總共出現2821遍。所以表示講，這個福人服上帝，奉獻給上帝，幫助這個需要的人。是非常重要的代志，所以這裡遐爾重要，咱就是愛深刻來研究伊。聖經中間的福人，包含人福人、人福上帝以及上帝福人。所以咱今日會講到，咱應該愛去幫助別人、互別人，咱嘛會講起到。咱愛奉獻給上帝，因為這兩件代志攏會帶予咱一個真重要的祝福，就是咱的心中會充滿喜樂。首先，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就是講，為什麼咱愛福人，愛學習這個功課？因為福人是上帝的一個特質啊。聖經中間安尼講。講，你著記得主耶穌基督的話講，施比受更為有福。福人的比甲人體較有福氣，福人的比甲人體較有福氣。咱一般咧想講，福人的就是咱有失去一寡物件嘛，甲人體咱得得到一寡物件。為什麼失去一寡物件比得到一寡物件的人較有福氣？有真濟無共款的講法。有人講你會當互人的物件，表示講你比伊較豐富。但是我感覺毋是安尼。我感覺上較重要的理由就是講，咱佇互人的過程中間，咱就是咧學習上帝的特質。因為咱所信仰的上帝，就是一個真愛福人的上帝。咱做基督徒，其實咱上較大的一件代志，就是愛學親像上帝。聖經中間嘛講，愛親像上帝的完全，遐爾完全。咱的上帝就是一個福人的。為什麼咱的上帝遐爾偉大？為什麼咱要敬拜伊？咱愛服侍伊？咱甚至愛將
全人獻予伊，因為上帝將上界寶貴的予咱。聖經中間安尼講，講上帝疼世間人，甚至將伊的獨生囝賜予因，互一切信伊的無至到滅亡，反得到永遠活。所以上帝無講伊擁有物件，伊就足豐富、足高尚。上帝毋是安尼偉大的，上帝是安怎？上帝是將伊上界寶貴的予咱，上界疼的獨生囝耶穌賞賜予咱。所以上帝就是安尼偉大。伊是一個供應者，伊賜福予咱，醫治咱，予咱富足，幫助咱，服侍咱，疼咱，予咱長大成熟，予咱有能力去發展伊予咱的一切恩賜，甚至將伊的獨生的囝賞賜予咱，替人來死。所以咱若看耶穌。耶穌是上帝的囝，伊是上帝。伊今仔日為什麼會遐尼偉大？為什麼成做咱的救主？關鍵是在伊甘願將伊完全予咱。聖經中間講，願恩惠平安對父上帝甲咱的主耶穌基督歸予恁。基督照咱父的旨意，為着咱的罪，放煞家己，要救咱脫離這個罪惡的世代。所以耶穌為什麼這麼重要？為什麼會當永遠存在佇咱心中，成做咱生命的救主？為什麼會當帶予咱永遠活？因為耶穌決心成做一個奉獻者。伊將伊的生命完全予咱，所以咱今仔日會當予別人，會當奉獻予上帝，是表示咱咧學習上帝、學習耶穌的一個特質。這是第一個要介紹記的代志。第二項，予人是一件美好的代志。是生命中間上界水的一件事。咱看記着聖經中間所記載故事，瑪利亞佇耶穌要受定十字架進前，伊獻出伊的上界重要的物件，伊將貴重的真的哪噠香膏，底迄個哪噠香膏的玉盤。伊來拍破，完全將這哪噠香膏要獻予主。邊個人看做是浪費，但是耶穌講，伊佇我的身上成做一件水的事。甚至耶穌講，我實在在因講，普天之下，無論什麼所在，傳播這個福音，一定愛講起瑪利亞所做的。來做一個紀念。所以，咱今仔日會當對聖經中間看見到瑪利亞所做的奉獻，伊將伊保存的這個真貴重的，可能是一個婦人人，伊將來要結婚的時陣要用的這個哪噠香膏，無要保守，完全攏奉獻予主。所以，伊被主稱讚做。這是一件水的事，親愛的兄弟姐妹，咱今仔會當將咱所有的甲別人分享，這是對咱人生的一個真大的挑戰，因為咱人是軟弱的，而且軟弱就是講，咱大多數的人攏是自私，攏較看重家己，較保守家己的物件，這是我的。但是，如果咱會當超越過這個軟弱的時陣，表現出這人生的光明的面的時陣，這就是一件上界水的事。
咱用有限而且寶貴的生命來做有效的投資的時陣，來祝福別人的時陣，這是生命中間上介水的時刻。第三項，咱如果若願意甲別人分享咱所有的，咱會留點佇別人生命中間，咱會互人懷念。牧師常常會參加一寡個別式，個別式攏會有迄個個人日曆，毋知甲大家敢有注意，個人日曆內底咧寫啥？個人日曆咧寫這個人的一世人的生活，吼，伊的過程，吼，我真少去看到講講這個人一世人真拍拼，累積偌濟財產，吼，這個人伊做啥物偉大的代志，吼，真少看到啦，攏是伊身軀邊的人對伊的感謝。伊身邊邊的人對伊的懷念，所以咱會發覺講，如果咱若願意甲別人分享咱所有的，無論是啥物物件，是物質上的、精神上的，咱攏會佇別人的生命中間轉一個記號，互伊會記住。咱等下可能會看一個。對咱教會中間有一寡信徒的訪問，佇訪問中間，因攏會記住，佇因生命中間，對因帶來祝福、帶來恩惠的人。咱每一個人攏是安尼，我嘛永遠無法度袂記住講，佇我生命中間，捌帶予我祝福的人，我的老母。我的老師，我的朋友，我的牧師，甚至咱中間有真濟人，恁莫用過恁的生命的歷程甲我分享，誠做我的幫贊。可能這個人無一定是世間人中間眼中看做是偉大的人，譬如講我的老母是一個真平凡的婦人人，但是。佇我心中是上帝賜來的天使，誠做我生命真大真大的祝福，一世人攏感謝伊。當然嘛，袂當無提起我的牧師娘啦，吼，這一定愛提啦，吼，因為無論佇我的牧會工作，我的家庭。是我的身體，甚至伊不是拜六，還是講週間，攏會提醒我講，你這禮拜你愛講道，你愛好好準備，毋通互講啊困去。伊攏一直要提醒，我若講道了，伊就甲我講道批評，講你着愛安怎講較好。攏一直互我真大的幫贊，所以親愛兄弟姊妹，咱有時愛思考咱的人生，咱檢查會當真拍拼，累積真濟錢財，咱可能會當真努力追求真懸的學問，但是牧師相信咱人的價值毋是安尼去判斷的，咱的生命價值是活踮佇迄個因為你來得到祝福的人心中的，這咱一定愛記住。今仔日你若願意伸手去幫助一個人，伊一世人攏會來記牢牢。毋簡單人會記牢，上帝嘛會來記牢的。咱來理解。咱生命的價值，毋是簡單活踮佇遐，因為咱得到祝福的人心中。同時，咱也因為祝福別人，會當佇永遠的中間被全能的上帝所紀念。佇審判的時刻，
上帝紀念咱。箴言19章17節講，人民所向的，就是照乎耶和華。伊的好所行，耶和華的確歡喜。就是講，你今仔日有能力去幫助一個需要的人，就是借錢借予上帝，上帝會報賞你。咱予人哪濟，相對上帝就哪歡喜。咱常常感覺講，咱一定要做一寡大代志，才會當予人紀念。卻毋知影偉大的代志，毋是人對人來評斷，反倒當是上帝所判斷的。咱學習對上界卑微的人開始服侍，就當成就上帝眼中的大代志。這就是咱要學習的。咱看馬太福音書25章所記載最後審判的時刻，耶穌敢毋是安尼講？講當咱做佇一個上界卑微的人身上，就是做佇耶穌基督身上。聖經嘛講，好施捨的確得到豐盛，自律人的的確得到自律。所以，親愛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下定一個決心，我要成做一個供應者，成做一個甲別人分享的人。我無要成做一個消費者爾，我願意奉獻我的時間、我的生命、我的能力、我的溫素，來幫助別人，互伊個會當較進步，成做伊的天使，互伊得到祝福。這就是有意義的人生。但是，咱佇互人的過程中間，有愛注意幾項真重要的態度。牧師要甲大家分享4個真重要的態度。第一個，就是咱咧甲別人分享的過程中間，咱愛懷着感謝的心啊。無論你是互人，還是奉獻予上帝，咱攏愛感謝。咱看見着大衛為着要幫助所羅門起聖殿，伊就對百姓來募集這起聖殿的財物。當因為着這個聖殿奉獻的時陣，大衛安尼講，伊講：阮的上帝啊，現在阮稱頌你，學了你榮耀的名。我是啥物？我的百姓算啥物？竟然會當安尼樂意奉獻，因為萬物攏是對你來的，阮將對你來獻予你。這是種充滿感謝的奉獻，因為伊知今仔日伊之所以會當奉獻，會當甲別人分享。迄是因為上帝豐盛的賞賜，伊才有能力，咱才有能力出來奉獻。聖經中間講，既然用感謝獻上做者，就是榮耀我。迄個照正路來行，我的確互伊得到我的救恩。這是咱愛做一個感恩的人。所以，佇即個奉獻，也是講佇甲別人分享的過程中間，咱愛充滿感謝的心。咱心中愛安尼想，講上帝，若毋是因為你，我可能即擺連活着都無可能活着，我無可能擁有健康，我可能無擁有我的產業，無我的家庭，無我的工作，我可能一無所有。上帝，這種一切攏是你的恩惠。我只是摕一點仔來回應你，所以每一遍奉獻的時陣，你都愛安尼想，講主啊，我感謝你。我只是要互你知影，我心中對你充滿感謝，所以我願意奉獻一部分來回應你的疼痛，你的恩典。我愛充滿感謝的回應。這是咱互別人，還是講互上帝？咱愛存着感謝的心。
第二項，咱來甘心，互別人，也是講互上帝。的重點是意願，毋是金錢的大小。聖經中間安尼講，因為人若有原罪的心，的確得到接納。咱是照伊所有的，毋是照伊所無的。這代表上帝是看你奉獻的心，毋是看你奉獻的多少。每一人奉獻的數目可能不一定相同，但是迄個奉獻的心態是上帝所看重的。對上帝來講，你的意願會帶來極大無共款的評價。咱看耶穌咧，佇聖殿頭前咧看人咧奉獻，伊看到一個寡婦奉獻2個小錢，2個小錢佇數目頂面無可能比過別人，但是耶穌稱讚伊，講伊奉獻的比別人較濟。這是耶穌所看重的，就是伊甘心樂意奉獻。第三項，咱來樂意。如果你若袂當歡喜來奉獻，安尼你就毋通奉獻，因為上帝是在意你的態度，你愛奉獻了會喜樂。聖經安尼講，因為捐了樂意的人是上帝所喜愛的。其中這個希臘的原文，這個樂意吼，毋是普通的快樂，是非常非常的快樂。快樂甲安怎？那用華語講就是講吼，快樂甲講吼，你會捧腹大笑，你會暗笑，你會足歡喜安尼啊，吼。所以咱咧奉獻的態度是安怎？咱特別要奉獻的時陣是啥物感覺？毋通講咱今日入來禮拜，看到酒無？哇，今仔個夾奉獻地啊！啊，看到祭司咧摕奉獻地是講啊，佫奉獻地佫出來啊，佫要叫我奉獻啊！吼，啊是講牧師咧傳講奉獻的信息的時陣，牧師佫咧講啊，牧師要互大家知影。咱奉獻愛奉獻了歡喜，安尼上帝才會較祝福咱。愛奉獻，甲你會非常非常歡喜，甚至是佇基督內底的喜樂。這是遠遠超過世間會當提供一切的快樂。你若要經歷這款的喜樂，就是你愛才做一個甘心樂意奉獻的人。聖經中間安尼講，因為這人誠心樂意獻予耶和華，百姓就歡喜，大鼻王也大大歡喜，真正足歡喜。今仔是感恩節，咱特別要為着咱教會中間來奉獻。我過去佇富強教會服侍的時陣，我嘛有中間教會的經驗。因為迄個時陣，富強教會規模也無真大，當開始講要建堂的時陣吼，可能兩100外個人吼。但是我有測着講，我若真正真認真傳福音，將來教會一定無夠用，所以一定愛重新建堂，愛做準備。大家就歡喜來奉獻。我做教會牧師，除了10日奉獻以外，要做一個領導者吼，嘛是愛做示範吼，所以特別愛去準備為着中間的基金來奉獻。所以往往奉獻的。攏超過當時的社例2/6，甚至到1/5，安尼奉獻。當然，我咧奉獻的時候，我嘛明白一點啦，就是講，我這個錢吼，我若無來奉獻，
我可能會當替囡仔買一寡物件，嘛會當買一寡較水的衫互無師娘穿。吼，我今仔日去筆錢奉獻，可能遮都無啊，吼，都無法度買遮物件。但是我看無師娘看起來都已經有夠水啊，毋免買啊，吼。但是我奉獻遮個錢吼，將來會當去一間教會，這間教會將來會當有真濟毋捌上帝的人，伊會當來到這間禮拜堂敬拜上帝。所以阮一面奉獻金錢，一面我有一個夢想，講咱愛真認真去傳福音，將來互這間教會會當去客滿人。真正上帝照阮所求的，阮的人數慢慢的增加起來，大家分擔的錢就若少，到尾真正將一個禮拜堂起好。無師捌講過，我們福岡教會有一個傳統，就是講，伊每一檔攏會將伊的所存落來的錢全部攏奉獻予別人，吼，每一檔攏對零開始。所以當阮要建堂的時陣吼，總共點點的吼，然後迄陣為着要買福音車，有欠一點仔錢，攏總200萬。阮攏總到尾起好，閣買對面的一個迄個教育中心吼，攏總開差不多1億啊。攏無對外奉獻哦，攏無對外去募款，攏家己的信徒奉獻。阮就是安尼慢慢累積起，慢慢累積起來。吼，一邊奉獻，一邊祈禱，一邊傳福音。當阮起好了，佮發覺講哇，起了上細間，佮隨無偌久佮滿開。吼，牧師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講，當咱咧奉獻的時陣吼，是為着一個真崇高的目標咧奉獻的時陣，你心中會充滿喜樂。我講我咧奉獻的時候，我就想到講，有一半毋捌耶穌基督的人，會因為這間禮拜堂，會因為這間教會來認識耶穌，這是會帶予我偌爾大的喜樂啊！這比我去拿阮牧師娘買一件水衫閣較喜樂。親愛兄弟姊妹，所以咱佇奉獻的過程中間，咱若是知影講咱所奉獻的，會當成做真濟人的祝福的時陣，這奉獻就變做真有意義。最後一個勉勵就是講，咱的奉獻愛盡力。聖經中間講，你手若有行好的力量，毋通停止。就着對遐應得的人施行。你佇遐若有現成的，毋通對厝邊講，去啊，明仔載較來，我得較互你。如果咱若有行好的力量，會當互別人的，就盡力去互別人，互遐應得的人，上帝要愛咱佇互人的時陣盡力。聖經中間，保羅去募款，伊講我會通證明，因是照着力量，而且過了力量，家己甘心樂意來關注，再三求願，準因佇即個供應和聖徒的溫情頂面有份。保羅去馬其頓教會募款，馬其頓教會雖然因的信徒的經濟毋是真好，但是因也是盡力去奉獻，而且甚至超過家己的力量。因求保羅接納因的奉獻，因為因的奉獻是一個值得，因感覺因的奉獻是一個值得參與的代志。因盡因的氣力，超過因的氣力來奉獻。親愛的兄弟姊妹，
如果咱會當用這款的精神去奉獻，上帝會感納咱的奉獻，而且帶予咱無比大的喜樂。今日是感恩節，咱應該愛思考，咱應該愛對過去祝福咱的人表達咱的感恩，同時咱也愛對迄個咱的供應者上帝回應伊對咱的一切的恩典。咱同心來祈禱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謝你的恩典，感謝你佇過去的日子中間保守看顧阮，互阮得到真實的平安。是阮的主啊，阮懇求你繼續帶領阮，互阮學習分享的功課，無論對別人，也是對教會、對上帝，阮攏會當盡阮的力量，透過分享來領受祝福。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。